咁啊，今日咧嗱，今日咧就會主要講地震。咁其實講地震咧，就應該加埋海嘯嘅。咁海嘯嗰啲嘢咧，我就會即係遲啲先講㗎啦。嗱，咁地震咧，如果對上一次講咧，應該1年前嘅。又多1年前係差唔多。咁啊，今次講嘅原因咧，因為琴日又台灣7點幾地震啦。之後福島今日5點幾。係啦，冇錯。然之後咧，嗰個預言漫畫又話下年日本呢個大地震啦。咁啊，我今日咧就我睇下會講到咩位置啦。我想講一講就係啲地理環境啊、啲地震帶啊，俾你哋認識一下先。咁認識一下之後咧，點解要認識咗嗰啲咁嘅嘢咧？如果我一開始就教你，喂，地震發生啲乜嘢？你可以記住嘅，可以照用。但係我個人覺得就係咧，防範於未然。我就覺得咧，趨吉避凶就好過進入咗嗰個環境先去避凶。即係如果我講咗俾你聽，嗰個地震帶係點啊？日本咩地方危險啊？台灣乜乜乜啊？你如果知道咧，下年有個咁嘅預言咧，你係盡可能唔好去。就最簡單嘅啫。係。如果你好似今日咧，我有個 friend 咧，去日本。去台灣、台北，今日去台北，咁我窒鳩佢話：你救災啊？嚇！嗱呢啲就危機意識啦。嗱，可能佢有嘢要做啦，冇辦法啦，要去啦。但係如果你係按呢個 holiday 咧去玩咧，其實如果你琴日發生地震咧，我未必會去噶啦。點解唔去咧？要有餘震。一嚟餘震，二嚟當地咧嗰啲交通網絡啊設備可能已經有損壞。你而家過去咧，簡單講。你去玩啫，你唔好增加人哋嗰個工作啊嘛，人哋要救災啊，係咪先？你搞人做乜撚嘢啫？即係呢個原因。除非你台南喎，台南你又冇問題啦，震花蓮台北嘅呢個東邊啊嘛。係啊。嗱咁所以咧，我就唔會一開波就教你地震點，我要去做乜嘢。我希望就係講咗成個版圖俾你知。咁希望咧，如果下年萬一咧，有呢個問題咧，大家都唔好死，死唔死都唔係關我事。好，上帝要你死啊，即刻就見佢嘅啦，使咩等啊？係咪啊？好啦，屌出嚟啦，紅色筆。呢個筆喺中南路買嘅，中南筆執笠啦，唉，香港真係搞唔掂。嗱，咁我哋講地震咧，我哋成日耳熟能詳喺亞洲嚟講咧就一定係日本、台灣嘅。咁我哋成個地球咧，我簡單咁畫出嚟先啦。有啲都我諗好撚核突嘅核突。嗱，咁一個嘅中國咁樣，你認得咁樣嘅海岸線啦，個中國啊。跟住中國咧突少少就南北韓啦。然後咧你就有個日本啦咁樣啦嚇。對落就南韓。日本就對落就咁樣嘅北海道咁樣。跟住咧對落啲咧咁台灣啦係咪？呢個唔按 scale 嘅，我做到畫出嚟嘅啫。咁你香港呢個位啦差不多啦，香港啦。好啦，然後咧你對下就有啲列島啦係咪？嗰啲咁嘅馬來西亞、菲律賓啦。好啦，然之後咧一度咁樣畫，佢話濃縮啦，嗱濃縮畫出嚟。呢度咧就有個印度啦。印度India 啦嚇，因為你中國隔離啊嘛，咁尼泊爾係啦，一度個咁樣啦，咁你中間咧就會經過中東啊，會塔斯中亞嗰啲咯。係啦，跟住到最後就歐洲啦，咁我呢個好濃縮，因為我唔夠大畫啦，其實我冇好畫呢個喺嗰度，就係因為我今日想講呢 part，所以呢 part 我就唔好講嘅。嗱咁另一邊咧就係我有濃縮去畫啦，就係你嘅美國啦，美國沿海啦，跟住咁樣啦 USA 啦。好啦，咁上面就阿拉斯加嗰啲地方啦，呢啲位啦嚇，咁有啲小型嘅島嶼啦，下邊就係呢個墨西哥，墨西哥啦，墨西哥係呢啲啦，跟住南美洲啦，南美洲啦，咁樣，總之就呢個係一個好濃縮化嘅地圖嚟啦，咁因為係方便我哋去講嚟緊嘅嘢啦。嗱，我哋首先咧就成日諗究竟地震會發生喺啲咩地方？
OK 啊，咁我哋嗱，其實地震咧係可以，因為地震唔係一個點咁發生嘅，佢係蔓延出去嘅。譬如話一個板塊喐咧，另一個板塊都會震動。咁佢震盪嘅時候喺唔同嘅地方都出現，所以你會見到喺大嶼山咧呢個今年都試過地震。係。1年前點解我講地震咧？我今日睇翻我嗰啲記錄咧，就係因為1年前咧，香港都好似有地震過。所以我先講地震，所以嗰堂就講咗1個鐘內講咗好快。我係幾廿分鐘講。係啊。咁1年後我哋香港有地震，下年會唔會真係震到撲街咧？嗱唔知啦。嗱咁啊，我講咗個版圖先，然之後講嗰個預言好嘛？再講下我哋應該點樣趨吉避凶。或者講少少呢個日本好嘛？嗱，首先我哋咧呢一個嘅地圖咧，第一樣我哋要記住咧，我哋有一個叫做Ring of Fire 嘅。係啦，呢個叫做嗱英文就好型嘅，好似你睇嗰啲戲咁樣，係咪啊？咩Lord of the Ring 啊，呢個 Ring of Fire。嗱，咁我哋呢個叫做咧屌啊！高要上地理堂，我冇門。環太平洋得唔得？嗱 ，Ring of Fire 意思咧，嗱你一定話環太平洋地震係咪？係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，得唔得？咩意思咧？即係咧，佢呢一個位置咧係充斥住世界最多嘅火山。最強烈嘅碎火山，同時亦都係一個好強烈嘅地震帶，即係嗰啲歐亞板塊啊、太平洋板塊咧互相 touching 嘅地方嚟嘅。嗱咁我粗略話俾你睇，好撚粗略嘅，因為咧其實我可以唔粗略嘅，我攞部電話對一對咪得啦。我想畫正確少少俾你睇，係咪啊？又係再畫過啦，咁你唔會唔會？補張圖咪算啦。唉屌！嗱咁樣嘅，其實都可以。嗱，成個 Ring of Fire 咧，佢唔係連住佢一條條咁樣嘅。首先你第一條咧一定係講你日本嘅，呢一度，好唔 OK？然之後阿拉斯加，跟住歐美，得唔得？係啦。咁啊，呢度啦，沉埋落去啦，南美洲。然之後咧，呢度咧就係外海嚟㗎啦，出咗外邊嘅。我畫漏咗地方，有個澳洲喺度㗎，好 OK 啊？好啦，咁啊台灣呢度咧，台灣呢度係咁樣，台灣喺邊度嚟？台灣喺台灣呢度，呢度有一條台灣。嗱，我好粗略咁樣畫完。其實我個腦記得嘅，只不過想畫靚啲俾你睇啫。嗱，咁你見到咧，成個 Ring of Fire 咧，佢係喺一睇就知啦，總之中間成個太平洋啦，圍住成個太平洋外邊嘅地方都係地震帶啦。嗱，咁但係咧，我哋喺呢一個嘅地方入邊咧，你會發現呢個台灣啦，呢個台灣嚟嘅 TW，好多人都話 TW 係咪台灣 Fitness？ 係啦，差唔多啦。嗱，你會發現咧，日本咧好得意嘅，我曾經有一個人同我講過咧，佢話咧我好想移民去日本，我話但係日本好多地震㗎喎，跟住佢話我想移民日本，但係我唔住近地震帶，我住翻咧望大陸嗰邊咪得咯，望大陸嗰邊。即係呢個位，即係望向韓嗰邊啊嘛。韓嗰邊，佢同我講，佢話咁樣咪安全咯，就唔啱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今年咧日本嗰個能登半島大地震咧，能登半島咧就係呢個位，就係呢個位，就係呢個日本北邊呢一個嘅，呢個叫咩海？我唔記得。大陸海係嘛？日本大陸海。南韓大陸海，總之係呢個位。能登半島喺邊度嚟嘅？大阪、東京、東京、大阪，再上。啲興間我可能拆咗就講日本咁啊，先講多少少。嗱，咁你會發現到咧，我哋如果咧我哋香港成日會去嘅地方咧，就一定係呢啲地方㗎啦。日本啊、台灣啊咁樣啊，或者你啲菲律賓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啊。咁其實我哋都係圍繞住呢個，或者有時你會去西岸啊、美國啊咁樣。咁我哋其實圍繞住呢個地震帶嘅，好多時候咧因為咧你會見到除咗美國之外咧，日本都叫做好近呢一個嘅地震帶嘅。咁所以咧佢個地震比較多。咁我哋細分落去睇嘅話咧，其實日本除咗呢條，如果我哋咁樣講咧，佢哋可以分開一半去睇嘅，因為咧嗱呢度一個位啦，嗱呢一條就係其中一個地震帶。呢一度咧係我哋
嗰個預言家講緊嘅下年嗰個大災難咧，就喺呢度發生嘅。呢一個咧，呢一條係咩嚟嘅咧？呢一個位咧就係日本嘅南海海溝啊，得唔得？南海海溝嗱，日本南海海溝喺日本嘅專家咧就講過咧，日本南海海溝咧短則100年內一定會發生一次好大規模嘅地震，短則100年，長則200年。但係因為睇過嗰本漫畫之後咧，就唔知點解推前到下年啦。嗱，咁嗰本漫畫咧就講啊，呢個地震咧喺下年嘅2025年咧，冇記錯就7月5號。如果有記錯咧，就指正翻啦自己啊。7月5號嘅早上，多數我哋瞓咗覺。即係好似我喺台灣地震咁樣，我瞓撚醒，跟住我就屌你震撚咗啦。係啦，咁所以可能咧應該我都唔，如果真係咁強烈咧，我應該冇機會生存，因為我瞓緊覺。即係我哋通常會睡夢中死去嘅，明唔明白？如果發生喺早上嘅地震咧，就比較險。嗱，如果你記憶中咧，日本對上一次唔好講倫敦半島大地震啦，對上一次嘅大地震就係呢個311啦。311就係2011年3月11日。係啊，3月11號嗰個地震咧就發生喺呢一個嘅東北海岸。啊？喺東北啦，東北係日本東北，咁啊南三陸地方啦，三陸海岸就係呢個位嚟嘅，佢順住嗰個地震，即係你今日見到嗰個啦，我今日 share 到個 IG。大概呢個位，呢個位都係成日震嘅。你喺呢個地方咧地震咧，喺日本歷史上咧已經發生咗3次規模好大嘅地震，亦都係嗰3次嘅大地震咧，頭3位有2個都係喺呢度發生嘅。咁所以咧，對上一次嘅大地震就呢度發生啦。咁啊，然後咧我哋就搞下，就今年能登半島啦。下年會唔會係一個咁強嘅地震咧？嗱，如果你發生喺南海海溝同呢度咧。嗱咁講話南海海溝大地震海溝，如果我唔好講海溝，喺呢一個地震帶嘅附近幾時震過咧？都上年咯，都係今年咯。實大地震，我冇記錯咧，就呢個阪神大地震，有冇聽過啊？日本發生嘅大地震，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000人。神戶市嘅災情最嚴重，交通陷於癱瘓。地震使到香港同大阪之間嘅航班受到影響。新聞嘅詳細內容：日本中西部今朝發生40幾年嚟最嚴重嘅地震，強度係黎克特制嘅7.2級，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000人。由於仲有幾千個人被埋喺瓦礫裏面，預料死亡人數係會陸續增加㗎。首先由楊明龍講下今朝地震之後嘅情況。嗱，對上一次嘅大地震咧，就阪神大地震，就即係大阪神戶。冇記錯嘅話就啦呢啲位。大阪神戶喺1995年震過嘅大阪神戶。呢個阪神大地震咧都係日本都幾犀利嘅地震嚟嘅，都係死咗好多人。咁嗰一次嘅地震就喺陸地發生，陸地發生咧就有個冇話好唔好嘅，係兩邊地震都各有唔好，各有好啊嚇。唔好嘅就係你內陸咧就好多冧樓，好多人死㗎啦，因為你冧樓嘛，你冇得避。如果發生喺外海，好似311咁樣咧，你雖然嗰下啲樓未冧晒啦，但你伴隨嘅就係海嘯。所以不論你嘅地震係發生喺海溝、外海，或係陸地直下嘅地震，你都係可以有告解嘅。只不過死嘅時間要幾耐？譬如話外海地震，你冇咁快死住，因為你係等個海嘯嚟。如果你係直下型地震，譬如嗰啲咩四川地震啊嗰啲咧，即刻死。係咪啊？台灣今次咧花蓮咧個地震咧就係喺呢度嘅外海。你睇翻咧嗰個我成日 share 嗰個咧就啲海水倒翻出嚟啊嘛。唔係嘅，佢震嗰個去到好勁。佢個地震雖然個級數好強，但係未去到311咁強。所以冇去到311咁強咧。嗱，311嗰陣時咧，311嗰陣時嗰個地震咧，佢嗰啲海嘯咧，我用 T 去做位海嘯啦，佢係去到30我唔記得10到
20米度嘅啲海浪，係打到上岸好似去到30嘅。係咁樣啦。咁但係因為你台灣咧呢一個地震咧冇嗰個規模咁強，所以佢嗰啲地震係講緊可能係啲叫咩1米啊咁樣啊，或者係會偏低過1米咁樣。嗱咁花蓮琴日嘅地震咧就係喺呢度，你見到咧佢一次主震之後咧，佢有好多餘震嘅，震到今日，今日仲震緊嘅。咁所以我就先同我 friend 講，你嗰度係咪震災？因為點解嗱？其實咧有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就係咧，因為我哋而家講防備啊嘛。通常咁樣，如果嗰個地方發生咗地震咧，理論上佢緊接會唔會再有地震咧？即係主震啊講緊。佢未必咁短時間會有主震嘅，但係咧，你喺嗰個位發生過地震咧，佢附近都會有啲餘震喺度。我自己就有個理念啊信念咧，就係、如果個地方發生過地震咧，我唔會咁快去嘅，因為咧因為你記住咧，一個地殼移動咧，佢唔會一日完噶嘛，佢會幾日咁完。嗱好簡單，譬如你地殼咁大啦，你今日見到花蓮地震，琴日花蓮地震震完，嘣嘣嘣，今日就到呢個三木外海咯，日本咯。咁即係佢成條嘢一齊喐啦。咁又會唔會呢個震完突然間台南嗰個震一次咧？你又唔出奇。只要嗰個地方短時間內發生咗地震，其實你 within 嗰一個月咧，你最好就唔好登陸，明唔明啊？唔好登陸，點解咧？因為咧講多次俾你聽，就係因為佢啲地板未穩定，有幾個因素咧都唔係咁好去登陸嘅。即係如果發生咗地震。即係如果你有你發生咗地震啦，咁你最好咧，你1個月內咧都唔好過去啦，不要進入啦，得唔得啊？唔好入。點解唔好入去嗰個地方咧？1個月之內2樣嘢嘅啫。第一A 咧，因為咧，即係仲有可能有地震，得唔得？仲有可能。即係再發生啊！好簡單，地震咧，你比喻自己肚瀉咁樣。有時你肚屙咧，屙得好清咧，好強烈屙一次咧，你會發現咧，你未必一下過屙得清嘅。有時咧仲有啲餘震，屙多幾下咁樣。或者你未搞好個肚咧，你可能屙完咧，第二日再屙嘅。因為地震有啲似咁樣嘅啦。B 咧就係乜嘢？除咗地震會發生 ，B 就係因為當地咧嗰個建設受損得唔得？嗱，建設受損咧，呢個係好大問題嚟嘅。即係話你去到啲地方，嗰啲樓宇啊、樓啊，或者個基礎建設有啲問題，或者調翻轉佢嗰啲電信商已經出現咗問題，未必俾你溝通到。咁你喺一個半災難嘅時間進入咧，其實對你自身都好危險。明唔明我講咩？咁所以你當地建設有個唔好啦。第 C 啦，就係呢個食物供應鏈。供應鏈。嗱，因為咧呢個真係認真㗎，呢個位啊，食物供應。食物 resources 啦，唔好話淨係食物啦所有嘅 resource 嘅供應鏈啦，即係包括石油任何嘢呢個樣。點解會發生問題？因為如果地震嘅時候咧，你震係咁啱震嗰啲地方係佢運輸嘅主幹道嘅話咧，咁即係陸路嘅運輸就截斷㗎咯喎。即係好多譬如話，你去到當地嗰啲超市啊，百貨公司啊，譬如你想買糧食啊、買嘢飲咧，可能佢淨係得翻1-2日存貨。好啦，當地災民咧已經要搶啦，或者要買啦。你身為一個遊客，你去嗰度把撚咩？同人搞事係咪？或者調轉翻一個地方發生災難，譬如話花蓮大地震嘅，可能遠少少其他嘅地方可能都要幫手運啲貨過去，因為嗰度有災情，係咪要幫手調動啲貨源？或者我係開 7嘅，咁我知道花蓮有問題，我咪可能如果個公司營運嘅話，我調動啲貨過去啦，嗰邊有多啲災民。所以你會 expect 一樣嘢就係佢嗰個供應鏈咧好緊張嘅，非常緊張。出入好緊張，或者直接咧就係 block 咗，都會導致供應下跌。咁所以我哋身為一個遊客，如果知道嗰個地方發生咗地震咧，
你最好就1個月內唔好過去搞事啦，即係你唔好過去干預佢哋。如果你話唔係喎，我有生意做喎，咁冇計啦，你做生意嘅你咪去做生意咯。咁但係你去，你 expect 呢啲嘢落到地，你有機會電信唔係好收到，有機會啲糧食好短缺。簡單講，你半個災民。係咪啊？呢個係一分。如果你個地方好先進嘅，就會冇咁大問題。如果你地方唔先進嘅，你就預咗一定會好大問題。咁所以咧，當你發生地震嘅時候，就記緊啦。發生之後咧，第一樣嘢你就唔好去進入啦，1個月內嚇。地震因為會再發生嘅，然之後咧，當地嘅建設會受損。好多時候咧，啲地震災難出現咗咧，你就算你唔係即刻死。你都係因為之後發生嘅嘢死，譬如話，我哋要做呢個叫做after effect 啊，即係我哋通常咧個主災難冇死，幸存者我哋叫做 survival。我哋通常咧唔係其實好簡單。如果你世界末日咩都好，如果你一開波地震啊、火山爆發啊、外星人侵襲，你嗰下死咗咧，一乾二淨喎。係。因為你嗰下已經死咗啦嘛。你乜拆都唔使搞。最麻煩乜嘢咧？你地震啊、末日啊，你死唔去，你變咗即係你變咗幸存者。幸存者就最大問題，幸存者面對嘅有好多嘢，就係譬如你之後講食物啊、你嘅 shelter 啊冇地方住啊，或者你可能再面對多啲嘅侵襲啊。另外一樣嘢啦，如果你嗰個地方建設唔係咁好嘅話咧，你亦都會面對病毒。病毒呢個咧不能忽視。好多時候風災、水災、地震呢啲咁嘅嘢咧，如果嗰啲地方唔係咁先進嘅話咧，1個星期後，如果佢啲救援做得唔好咧，嗰個地方就會變咗疫區。即係1個星期後，嗰個地方就會充斥住病毒、病菌，得唔得？即係你有機會中嗰啲咩炭疽菌死啊，跟住可能咩食肉菌食咗啲肉啊。咁所以通常一個災難咧發生就係呢度講多少少啦，就一開始你災難先，災難呢個第一個 phase 嚟嘅災難。你如果唔識嘢嗰啲人咧，最好呢一個位就死咗佢㗎啦，自己死咗佢，即係俾啲嘢你地震見到啲嘢跌落嚟就冚落去啦嚇，咁你就唔使搞咁多嘢啦嚇。災難，然之後第二個係乜嘢啊？第二災難之後就係幸存咯。幸存啦 ，survive。survive 你面對嘅係乜嘢啊 ？resources 係咪？啲 resources 咧未必有嘅。resources 下跌，然之後咧你嗰啲 shelter 咧好危險嘅 dangerous 嘅，明唔明啊？或者你本身你喺一個災難入邊，你會發生咗傷患，你自己要 first aid 自己，即係你幸存落嚟，你所面對嘅問題，可能自己傷咗要紮繃帶啊，要小心傷口發炎。然後你又要揾 resources， 然後你住嘅地方可能爛咗，你啲飲食又冇咗咁樣。好啦，如果你 survive 到咧，你第一個 phase、第二個 phase、第3個 phase 咧就去到病毒啦你 virus 咁呢個咧就好麻煩。疫區1個禮拜入邊疫區啊，你就有機會去到呢個位都生存唔到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咁我哋講多咗啦，去咗避難，因為我講咗唔係要避難啊嘛，我只講咗個 room。OK， 我哋講翻嗰個地震啦。嗰陣講咗好撚多關於海溝嗰啲嘢啦。我哋下年7月冇個南灣海溝就係呢個位。講一個幾得意嘅，有人冇記得講多少少先。除咗我哋一個太平洋海溝之外咧，我哋仲有一個阿爾卑斯山嘅地震帶嘅。阿爾卑斯山地震帶咧邊度嚟咧？就係呢度嚟嘅，一直伸延到歐洲阿爾卑斯山。係啦，所以你有時咧會聽到阿富汗地震、意大利地震，係咪啊？我聽過。就係呢個地震帶出嚟嘅。佢呢個地震帶係入陸地嘅。入去陸地嘅。咁所以呢個入咗陸地嘅話咧，你就會聽到中東、阿富汗地震，跟住再過啲嘅就係呢個嘅意大利嗰啲地方地震。OK，咁所以呢啲條就少啲人講㗎，因為我哋喺亞洲啊嘛，我哋都唔喺歐洲，歐洲啲人就注重。咁美國嘅話就係西岸，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聖地亞哥咧，就係呢啲位就最多地震啦。OK， 好。然後咧，我要講一講咧呢個日本嘅地理環境俾你聽，咁講解下咧
即係萬一我哋下年咧真係發生呢件事啊，咁我哋點樣搞啊？問下先，Ring of Fire 有冇問題去到呢度？冇啊。